再來看這中東的戰爭呢，自2月底拍到當時攏還未收煞。國際原油繼續大起，中央大學財經中心呢是來公布3月的消費者信心的指數，6項標準包括着物價水準、國內經濟景氣，這攏是跌落去的。或者是指出講，這回的這調查的結果，消費者信心指數是5個月以來上介低。美國甲以色列拍伊朗的戰爭，到當已經第4禮拜啊。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，致使全球的油價大起，台灣嘛受到影響。中央大學財經中心日前公布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，CCI 總數62.3點，比頂個月降4.28點。學者嘛指出，若塑膠製品、像甲素、天然氣，抑個肥料等等的進口，民生和產業攏會受到衝擊。行政院說，4月的民生用的天然氣、苯高馬斯它價格不調整，然後肥料價格也凍漲，那它會密切的監控塑料的這些的價格。但是遲早可能當這些價格在繼續往上飆的時候，可能就會反映到我們民生的電價或者是能源使用的價格哦。這個月消費者信心指數6項指標，包括物價水準、國內經濟景氣，攏是跌落去的。專家指出，這回的調查結果是5個月以來上低的，其中降低的幅度上大，都是保持信心，創3年2個月以來上低。財經中心提醒，國際能源價小懸，台灣物價壓力特大。英國拄到能源危機要起價時，政府應用的出手大動，不過通膨敢若是較晚發生爾爾。在2022年的經驗也看到了，你當時的凍漲。它並不是完全解除通膨的壓力哦。我們在2022年，當然通膨的這個情況是比較緩和下來，但是呢，它當時也造成了台電嚴重的虧損嘛，所以接下來幾年，2023年、24年、25年，台電就一路的漲價。財經中心表示，台灣95%以上的能源攏靠進口，所以國際通膨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，攏需要能源都會受到真大影響。專家提醒，未來影響的關鍵，也是伊朗對荷姆茲海峽通行權的控制，呼籲政府要趕緊想好因應對策。記者盧尚珠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